而真正嘅差距呢，係需要你真係食過好食嘅先能夠理解噶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。今日唔貪掂，今日呢嚟食翻個快遞啊 ，Double Mix。呢個鐵盒仔入邊嘅呢，就係我偶像做嘅蛋炒飯啦。從蘇州運到上海，再從上海嚟到廣州，足足呢2日時間先送到我手上噶。其實呢，今次並唔係我第一次喺網絡上購買需要冷凍且易碎易散嘅快遞甜品，試咗好幾次啦。每次收到嘅貨呢，唔係室溫就係散架，體驗呢都麻麻地，都搞到我冇晒信心噶啦。不過呢款巴斯克係我為數唔多嘅網絡偶像馬壯實嘅出品啊！為咗俾呢一份仰慕一個答案，我咬咬牙，鼓起勇氣啦，下單咗呢一款巴斯克 Double Mix Prova 香草開心果巴斯克。拆開物流包裝，該有嘅保溫措施咧都有齊噶啦。呢個手掌大細嘅鐵盒外邊啊，仲封咗一層塑料膜。盒入邊嘅巴斯克咧，仲做埋抽真空添。拆開之後發現，唔敢想象啊！呢個咧係一個經歷咗2日顛簸嘅半熟流心巴斯克，佢咧仲幾完整噶。原諒我手笨，亦都咧冇好好咁熱刀。呢個巴斯克嘅橫截面睇落咧就有3層啦，底層嘅咧係凝固嘅開心果巴斯克，中間同上層分別係流心同埋凝固嘅香草巴斯克啊！我先直接講感受啦，整體甜度適中，開心果部分嘅甜度咧，我認為係偏低嘅。香草部分咧相當唔錯噶，仲帶一少少鹹味，令芝士嘅奶香咧更加有層次啊！整體嘅口感啊都係絲滑有質感，且唔會過於厚重噶。流心同凝固兩種狀態之間嘅邊界感咧，把握得幾唔錯噶。食起身咧唔會有過軟或者過硬嘅突兀。開心果部分咧必須單獨食啊，如果唔係佢嘅風頭咧就會俾香草部分搶走噶啦。香草籽嘅用量咧好大方，而且品質啊係食得出嘅高級啊，同一般香草夾啊同埋香草精嘅味道唔同，佢嘅香氣咧更加自然、更複雜，亦都更加鮮活噶。原諒我嘅文筆水平有限，冇辦法將呢一種鮮活描述得更加具體，或者只有你都嚟翻啖先會明呢一種鮮活啦。我強烈推薦啦！其實巴斯克咧真係一款好簡單嘅甜品，材料同做法咧真係一啲都唔複雜噶，就好似中餐入邊嘅蛋炒飯，但係咧最簡單嘅都係最困難噶。正因為佢嘅容錯率咧其實幾高噶，人人都可以做，亦都導致咗人人都可以講翻幾句。而真正嘅差距咧係需要你真係食過好食嘅先能夠理解噶。巴斯克嘅本質咧就係重芝士蛋糕，基礎材料咧其實只有4樣嘢嘅啫，奶油、奶酪、奶油、雞蛋、糖混合均勻之後咧，擺入烤箱烤就 OK 噶啦。所以咧原材料好重要噶。至於咧再需要增加啲咩風味咧，直接加就 OK 噶啦。中意食香草咪加香草籽咯，中意食朱古力咪加可可粉咯。我又邊食邊重溫咗偶像嘅視頻，佢咧係真係有做到佢視頻入邊講嘅平衡噶。揀咗澳洲進口嘅奶油奶酪作為骨架，亦都意味住選擇咗佢嘅厚重、絲滑同埋奶香。而因此咧喺奶油嘅選擇上，佢就揀咗膠比較少嘅奶油，以防止咧整體嘅口感偏立口。因為要做半熟嘅流心狀態，所以咧揀咗可生食雞蛋。其實咧就我自己而言，係唔係可生食咧，唔會係我首要嘅考量點。畢竟咧巴氏殺菌雞蛋咧都用得噶嘛。只不過一般嚟講咧，可生食雞蛋嘅風味會更加好，味道更加鮮活。所謂流心，其實咧就係冇烤到全熟，通過縮短烤製時間，令巴斯克內部冇辦法達到雞蛋被烤熟嘅溫度啊。要做到外層有焦香但唔發苦，並且着色均勻，入邊咧仲要流心，都真係幾唔簡單噶。但係咧佢做到咗啊！香草嘅風味咧係最令我着迷嘅部分。據說用嘅咧係 Prova 嘅香草籽，做過烘焙嘅朋友應該都知道噶。呢個品牌貴係真心貴，但香咧都係真心香噶。真係咧每一粒黑籽都係天然嘅風味印記啊！細睇咗下詳情頁，原來咧呢款巴斯克為咗唔搶走開心果嘅風頭，揀咗另一款 Prova 嘅香草膏。但我都仲係覺得呢個香草味連車尾燈都冇俾開心果味見到啊！真係唔敢想象純粹用嗰款香草籽做嘅呢一隻巴斯克有幾好食啊！為咗唔使想象，我果斷就落單咗啦。有咗第一次嘅經驗教訓之後呢，第二次切之前呢，就先幫把刀加熱咗下。
可以更好咁切出平整嘅切面。再次感嘆啦，呢個巴斯克嘅穩定性，就算經歷過物流同埋冷凍之後再解凍，膏體依然堅挺，狀態咧依然流心。香草籽嘅密度咧比起第一嚿更加誇張啊！食喺嘴入邊嘅感覺咧完全唔同噶，香草籽嘅顆粒感咧特別明顯，有種類似於食緊飛魚子嘅爆破感。香草味咧相當鮮活噶，不愧係 Prova 嘅香草籽。一定要二揀一嘅話咧，我會更加推薦原味嘅呢一嚿。香草味同蛋香味都更為突出且優秀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最後必須讚一讚呢個配方㗎，為咗調試出呢一款經得起物流考驗且風味口感水平都在線嘅巴斯克，真係唔敢想象佢哋團隊究竟做咗幾多次嘗試，先可以敲定出最終嘅原材料、比例、溫度、烘烤時間同埋包裝。咁優質嘅偶像，你哋唔會仲未關注啩？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